大家好，又係我 Raymond，今日係2025年嘅11月16號星期日。咁啊，今日第二條片咧，我想講啲咩嘢咧？就係weekend 輕鬆啲，係啦。咁我知道咧，大家咧都可能會聽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分析啦、報道啦，關於可能係世界各地嘅政治日本首相嘅言論內地澳洲之間可能有一啲洋難難嘅事件咁好多唔同。甚至乎可能會聽到有一啲嘅中美之間嘅角力，去到特朗普可能係BCC 道歉，即係好多唔同嘅呢啲政治新聞，好沉重，好沉重。咁不如我哋聽啲輕鬆啲嘅，係啦，俾大家睇下究竟我哋呢個 weekend 有冇啲輕鬆啲，可以幫大家咧係面對一個嚟緊星期一又嚟啦嘅一個壓力啦。好啦，我想同大家講啲咩嘢咧？六合彩。咁六合彩咧就最近咧都網上面有好多嘅報道啦，有一啲嘅中意買六合彩嘅人咧就講話，哇，原來咧大家呢個 screen 見到啦，喺過往嗰10期好多咧雙連 number 嘅出現包括咧16、17，包括咧就係40、41，包括咧就係19、20、45、46、6同7。24、25、26、8、9、17、18，跟住11、12，係啦。咁呢啲數字出咗嚟咧，其實唔單止係雙連如果你睇下個別有啲期數啦，你發現嗰個黐住嘅情況咧都幾犀利嘅，因為佢咧譬如24、25、26、8、9、11啦，亦都有咧就係40幾啦，亦都有啲相連嘅。咁我想分享一下咧，就係咧，雖然咧大家係睇到呢一個報道之後咧，就覺得好特別我哋以後買咧一定要相連。但係我真實嘅經歷，我試下講俾大家聽咧，我試過2個做法咧，喺六合彩度嘅。我試過做啲咩嘢咧？3樣嘢。我試過長期將咧一個你當10個數字穿勻晒咁去買。我試過咧係 random 齋電腦飛，跟住咧就係咧連續買咗咧幾年嘅時間。我亦都試過咧就係咧一次過買電腦飛200張飛，係啦，200張飛一次過搭好似 pair 牌咁賣出嚟。咁我先講200張飛呢個嘅 pair 牌賣出嚟嘅買法。呢個做法咧出咗嚟咧，嗰一次嗰200張電腦飛一搭咁樣出嚟啦。我係中咗2張嘅安慰獎嘅，2張安慰獎。咁呢一個過程咧，就俾我知道咧，其實嗰個嘅機率喺六合彩嗰個過程啦，連續性咁去買，我唔知道買300、400、500會係點啊。當時我係200張嘅啫，即係話200個排隊嘅客，如果佢係每人都係買1張電腦飛離開嗰個投注站嘅話咧，其實即係得2個人會中安慰獎嘅啫喎，係嘛？你會見到個機率係咁喎。好啦，呢一樣嘢試完之後咧，咁我頭先之前仲有2個方法咧，一個就係連續幾年都係買電腦飛，唔好理啦。總之就有時會買1張，有時嗰張飛係10期嘅，有時總之我連續幾年咧，就係喺每一次可以買嘅時候咧，我都會走去買。簡單嚟講就係幫襯落獎，幫襯連續5年，每一期我都冇斷嘅。好啦，出咗嚟係點咧？喺嗰5年裏面咧，4至5年，我係能夠有中嘅，係啦，但係都係安慰獎，都係安慰獎。咁安慰獎咧就足夠 cover 翻咧，譬如係嗰個星期嗰個月嘅嗰個嘅買六合彩嘅錢，冇乜特別太大嘅嘢獎角，連續5年。咁呢2個事件咧就俾我咧一個好大嘅一個嘅結論其實咧六合彩咧真係計機率嘅啫，唔係話計你所有嘢，簡單講就係計彩數，即係你就係你嘅啦。好啦，頭先亦都第一個講過咧，就係我將一個嘅連續嘅10個 number 不定穿勻晒去買啦。呢一個咧機率大好多啦。呢一張飛咧，我一買咧穿勻晒之後咧，譬如我買10期，買一段時間啦，佢裡面咧真係能夠咧俾到我啦中到咧係2、3次，一中咧通常就係連續可能2期或者係一期隔一期咁去做。
咁我會認為咧3種做法咧，我冇試過其他方法，係揀選一個組合性10個數字穿勻，whatever 可能你中意20個8個，我唔記得而家最新玩法係點啦。當時就係咁穿勻，連續買一個嘅月份，買張月票咁去做咧，贏嘅機會率係大啲嘅喎。所以如果你都有同樣嘅情況想試嘅話咧，你可以考慮一下啦，好似我咁樣去試下玩下六合彩咧。出咗嚟，記住第一樣嘢啦，就小賭怡情啦。咁啊，第二就係其實都係當係買啲嘅彩票啦，係啦，去玩下啦。好啦，如果你想增加嘅機會率啦，其實咧，如果配合翻而家呢個嘅最新嘅新聞，佢個相連性啦，的而且確咧，亦都 echo 翻咧我嘅做法。過往試過啦，真係買一個嘅連續嘅 number 穿勻不停咁去做啦，呢個嗰個嘅中獎機會率咧係大一啲嘅。好啦，咁但係嗰個數字上面個機率係點樣咧，就不得而知啦。因為我真係唔係話特別走去鑽研六合彩啊。咁但係俾大家知道咧，如果真係你想試下，有時去即係叫做提升嗰個中嘅機會率啦，呢個個可能性咧係大啲啲咁多嘅。好啦，咁當然講完六合彩之後啦，咁另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咧就係關於呢個嘅新聞廣告啦、全運會啦。咁全運會咧喺呢段時間咧，大家都睇電視節目啊或者新聞啊，手機爆出嚟咧，都會係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咁當然就最 eye catching 嘅梗係何詩蓓㗎啦，係嘛？咁因為我哋會熟悉啊，會睇下佢今次游到幾快咧咁樣。好啦，咁但係另一個好 eye catching 嘅咧就係開始嘅時候咧就係全運會嘅精品啦。因為我哋返工嘅地點啊、上班地點啦，周圍都會有一啲嘅嗰啲叫係咪 pop up store 咧，定係 counter 咧？總之賣佢嘅精品啊，粉紅色、粉藍色，咁我唔多講啦。但係唔係好吸引到我。我開頭諗緊點解海洋公園會走出嚟擺檔嘅咧？咁但係當然我自己心裏面咁諗啦。嗰啲精品就我對上一次有比較瘋癲啲啦，已經係2008年嗰陣時奧運啊。咁喺香港我記得係中銀啊，好似係中銀嘅 building 啦。咁有好似去領取嗰啲獎品啊，定係點樣訂購喺嗰度攞嘅。咁所以喺今次全運會我就唔係話太熱衷去買，但係裡面嘅廣告今次呢個咧就令我覺得佢幾有嘅鬼才啊，或者係幾有諗頭，就係關於呢個亨氏嘅茄汁，就用全運會嘅廣告。呢個廣告咧幾特別嗱，我試下放最大呢幅相。其實佢就係將一系列嘅番茄一隻隻咧擺晒喺度，望落去唔覺㗎噃，好普通嘅廣告啦。亨氏番茄就喺呢度啦，但係原來你細心啲去睇咧，每一個番茄嘅頂咧嗰塊葉啊，原來係一個人形嘅葉嚟嘅喎。佢做緊唔同嘅嗰個運動嘅代表，包括劍擊啊、跳高啊、唔同嘅項目啊、跨欄啊咁樣啦。咁令到我就覺得哇又真係幾有 idea 喎。廣告嘅嘢咧，好多時咧就係真係需要呢一啲嘅思考嘅部署。其實個全運會可以好簡單，用傳統嘅理念，可能火把啊咁啊，跟住揾幾個 sponsor 啊，跟住可能運動用品又貼個 logo 啊，跟住裡面賣一啲嘅運動員跑啊，跟住呢個運動員又喺裡面咧就係品牌代言人啊，諸如此類。跟住個項目咧就完成咗，介紹下會場啊，訪問幾位嘅得獎嘅感受啊，咁就完成咗噶啦，冇乜特別噶。嗰啲嘅所謂吉祥物咧，可能好快喺大家腦海之中咧已經唔記得噶啦，見唔到噶啦。咁跟住咧，反而咧呢啲廣告咧，我覺得咧真係有頭腦。我陣間咧都會稍後啦去 check 一 check，喂，究竟亨氏背後會唔會係一個 marketing team 定係邊一個人嘅 ideas 咧？呢樣嘢咧反而令到我咧就好有好奇心去知啦。但係 anyway 點都好啦，亨氏呢個廣告咧，我覺得咧真係一個近呢幾年啦，係啦，令我係好深刻印象。我相信好多年之後啦，我都會仍然記得呢個亨氏嘅廣告，裡面佢用樹葉嚟到去 position 成個嘅運動員嘅策略，所有嘢，我覺得叻真係幾成功啊！咁講完呢個亨氏廣告之後啦，咁亦都係想分享下啦，就係大家嘅一啲對於電影方面啦。咁因為喺我哋最近啦，都會係有一個嘅
好多時候我哋香港人咧都會好想睇一啲嘅好睇嘅電影，但係奈何咧就係因為嗰個資金投資啦各方面啦，我哋的而且確咧少咗好多好嘅電影。以前可能每個星期咧都會有一兩套可以拍拖啊、屋企人啊，甚至乎可能自己一個人單丁去睇一套啊，都會有。而家真係少咗好多。咁啊，但係 good news 咧就係 to 呢個嘅Labubu 嘅 fans 啦，因為咧 Sony 咧就正式咧就係買入咗佢嘅開拍 Labubu 嘅電影嘅版權。咁 Labubu 拍成電影，我諗到時就一定係會佢嘅 fans 好開心啦。甚至乎唔係佢嘅 fans 可能都會好中意，因為佢可能中意武明係嘛，中意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公仔嘅氣氛嘅人咧，都可能會睇呢套電影。咁我自己都會睇，我相信到時係啦。希望咧佢拍出嚟嗰個嘅成個感覺啦，係啦，能夠幻化成一個動畫嘅時候啦，就有啲俾我哋一個好大嘅衝擊感啦。我對呢套電影都好期待。咁但係都要等一等啊，大家。好啦，等唔到嘅咧，仲有啲咩可以睇咧？有一套咧就係由我哋香港人去製造出嚟啦，我用製造啦最好啦。世外咁呢套電影咧，其實個題材幾得意嘅。咁我亦都希望咧就大家都去能夠入戲院啦，去支持呢套電影啦。呢套電影咧其實係講緊一啲嘅人生一個在世嘅一啲嘅理念。咁裏面咧就講到咧3句說話咧，希望能夠咧就係令大家對呢套戲咧有一個嘅吸引力。佢就講到咧，人咧一定要知道告別過去嘅自己，人咧一定要知道咧告別咧無法挽回嘅遺憾，人咧都一定要知道咧告別咧唔再屬於咧我哋嘅情緒。好啦，咁裏面咧就係講咧有一啲諗法。如果人嘅生命唔係得一次嘅，成個生命，人嘅生命裏面其實可以有2次，即係生死生死，會唔會可能令到你對於事物嘅睇法好唔同呢？放低個執念嘅時候好唔同呢？咁呢個嘅探討咧係幾特別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佢裏面嘅世外嘅呢套電影啦，咁係咪講緊一啲嘅哲學咧？咁其實我哋可以好簡單、好輕鬆去睇嘅，又唔需要話講到咩哲學。裏面咧就純粹係講緊佢本身係參考到一啲日本嘅卡通片啦。咁裏面再衍生咗佢自己製造呢一套電影啦，亦都係跟住咧攞咗啲獎啦。咁我希望大家咧，如果有時間咧，都支持下呢一套嘅世外嘅電影啦。咁裏面有提到4道咧，就係道謝、道歉、道愛、道別。咁好多呢啲字眼啦，究竟出咗嚟點咧？因為我都未睇，但我覺得呢套電影咧有少少日系風啦，係啦，亦都有少少好似《鬼滅之刃》咁嘅卡通啦，係啦。咁希望咧能夠帶俾我哋中意電影、中意一啲嘅理念人生哲學嘅人士啦、觀眾啦一個新鮮感啦。咁喺呢個 weekend 咧，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啲嘅睇法嘅，就係關於咧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咧有個 BB 啦。佢由於家庭嘅突變啦，咁令到佢咧最近生活上面好大嘅轉變。有一句説話咧，呢個 BB 口中講，因為我哋個 gathering 咧，咁佢喺個口中講出嚟就係咧，佢唔想做大 BB， 佢想做翻細 BB。呢句説話咧，因為我都有睇住呢個 BB 成長，令我感覺好重。我見到佢個人嘅 behaviour 啦，個 BB 仔啦，3歲到嘅。令我個感覺就好沉重，咁我希望咧就喺另一段短片啦，就再能夠同大家分享啦。為人父母或者係作為一個照顧者啦，如果 BB 佢同你講佢唔想做大 BB， 佢想做翻細 BB， 跟住有好多一啲好唔正常嘅行為出現咗嘅時候，作為成年人、作為大人嘅我哋，係咪應該要放下個執念咧？係啦，我好希望能夠有段短片，我陣間睇下能唔能夠係做多一段啦，分享俾大家睇，就係大人嘅 behaviour 影響到小朋友嘅時候，其實係好長遠嘅。好嘛，咁希望呢段短片短短俾大家一個 weekend 一個輕鬆啦，但係臨尾可能沉重啲啊。咁如果中意呢段短片，麻煩幫我 share 出去，點讚同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啊。Thank you。